台中的火力发电厂呢，烧土炭已经有30多冬的时间啊，影响到环境，也影响到健康。今仔日这中部的医师甲民众呢是开记者会，希望台电会当伫咧春节期间暂停烧土炭，互人过一个好年。 雾蒙蒙一片，台中火力发电厂长期，互人讲是中部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。尤其是秋冬季、扇东北季风，空气品质常常拢是干焦式的灯号。由中部的医生、当地人组成的民间团体拜三出面开记者会，呼吁台电尚无伫春节期间，互中火会当暂停烧土炭。台北地区很多都会回中南部过年嘛，你就一直烧，一直让他们，回去也不能好好的过一个年，那让空气灰蒙蒙的。那小时候看的这个青山绿水，现在常常看不到了。我们是不是有个春节蓝？ 款团也指出，当初前总统蔡英文有承诺伫2029年达成台湾烧土炭比例降到27%的目标，不过到今也是有35.8%的比例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，目前1/4的生活更一百第4的案例，源头是空气污染。也有医生表示，空气污染也会增加儿童哮喘喘的风险。它本身是小颗粒，对我们那个小孩子的呼吸道有很大的影响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这么小的微粒，它吸进去，就会反应造成我们的呼吸道的过敏气喘。款团和中部民众表示，因坐解到行政院头前诉求，不过拢无得到回应。这届希望政府会当伫咧过年期间完成因的春节愿望。也若台电敢会配合春节停机，台电无正面回应，敢若讲目前空污含烧土炭的量拢有减少，预估伫2034年底进前会当达成无烧土炭发电的目标。记者陈亚选林旭凯台北报道。